为着要来协助到受难者甲这个受伤者咧，这得到应该有的这个赔偿。法律辅助基金会等等的单位共同来举办着记者会，宣布成立专案，讲有这个律师团会来协助着受难者家属甲受伤者来办理着后续法律的问题。海路高事故，互49个人过身，200外个人轻重伤。若所落来赔偿，各有相关法律责任，要怎来办理？就惊伤者和死者的家属，所有人斗相共。法扶基金会各别个单位作为联合举办记者会，宣布成立专案。律师团会来甲斗相共，提供法律的问题。各地申请受害者的人数跟需要的时候，来号召外部的律师，协同我们会内的专职律师来一起办理。这位事故的原因，各相关责任，拢有可能涉嫌民事损害赔偿、国家赔偿、刑事责任、加扣押，加相关的法律程序。具体的补助或是请求的金额是多少，会由律师这里进行法律咨询以后，了解被害者的需求跟实际的状况，再依法律相关的规定去做计算。法律我们不懂的，之后要怎么做，还有一些那些理赔啊，甚至是那个诉讼的问题啊，我们都有经过法服那边，他给予我们更多的协助。希望透过专案，会当和别个社会资源合作，才会陪伴被害者度过艰难的日子。嘛，希望会当维护这摆事故内底相关人员应该有的法律权益。